但那是洪泰到单呢，已经将近要3个月的时间啊。伫咧台南，即马还阁有一寡厝还未修理好势，主要就是因为产权复杂，佮加上这工班是真歹排。台南市政府即马这个阶段呢，是以鼓励修理佮拆除为主。那准的这10月底还阁无处理，安尼就会依法来办理。 今日台南这个西寮，目睭看过去，也叫白少厝、绿苍苍、三合院，那就趴远，外口草啊发甲规世界。这全拢是迄阵丹那市算海去的，到单买满3个月啊。台南灾区真侪受损的厝体，早就启动修正工程，整个这个村一城也未修缮。主要因为产权复杂，加上这阵工班真歹排，地主有的这阵共款放咧遐唔管。算时代人拢过往伊啊嘛，啊为兄弟迄阵拢过往伊啊嘛。 伊存一个，伊较有可能讲佮当来整理这个。政府拄啊有这个政策，讲要补助2万啊，有这咱搬运，甲遐砖块甲废物拢清除安尼啦。这个祖先足济名啦，那一两个唔处理啦，剩的要处理的伊个无爱积极啊啦。事实在遮的居民啦吼，的厝拢整修好啊，差不多伫个7、8间、7、8户啦吼，因迄算讲。 来来去去的啦。根据市府统计，灾后厝损慰助金拢已经发放啊。政府嘛有提供免费的拆除甲自拆废弃物清运的服务。不过各区也阁出现一寡厝唔整修嘛无要拆。市府表示，补助拆除期限已经延长到10月底。各区公所到时会启动勘查，若是无依规定处理，就以建筑法甲环境卫生法来办理。 政府部门的话，有空地空污管的办法，以及登革热相关的防治措施啊。哈，空污的话，如果说没有整治的话，会造成一个脏乱点。那我们是督促住户赶快把房子坏的话赶快修理。即马刚歹请，灾民也咧排队等修缮，加上厝算是私人财产，现阶段先透过补助款倒等方式。市府强调，灾后复原正业后一个阶段，针对厝的状况无妥当处理的，就依法办理，呼吁乡亲唔通搁拖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